好，副座请说。有关新闻媒体报道教练涉嫌性侵学生案，本分局在今年4月份及7月份有受理2名被害人的报案，也分别在4月及7月的中旬调查完毕，并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。本分局在受理报案的同时，立即依通报的机制，请县政府的社会处及教育处实施清查防治。目前嫌疑人并未在其他的学校、社团任教。经初步调查的结果，除了2名被害人之外，并未发现其他的被害人，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嫌疑人涉案。未来本分局将会同县府相关的主管机关，依据相关的事证，持续扩大来查处侦办，避免类似的情事再度发生。